天，一代传人尹小芳艺术专场如约而至，一批和影派艺术有着一生之缘的人，以越剧的名义重新相聚在舞台上。小芳老师就坐在后台，此刻她在想着什么呢？或许年逾古稀的小芳老师心静如止水，唯有恩师送给她的小芳爱徒承上启下8个字，从心底渐渐地透现出来，久久地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大家一定记得1979年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盛况空前。当时年过半百的小芳老师已经离开舞台20年，但她不负恩师尹桂芳的钦点重托，以扎实的功底和精准的人物内心体验，将长达100多句的探中点一气呵成，赢得了现场万余名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正如著名昆曲艺术家郑传健评述的，一曲探中点使影派艺术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王清等5位年轻乐女再次演唱探中点，此情此景真是让人别有滋味在心头。自梦，王子烈烈独行索，为你不尽言穷。在小山河边，张爱苗，花前月下，心呀浓。3月跟我
迷子，我年来已相言，永红。他曾记得有了一个小天使，我是满脸春风做爸爸，呀呀呀女都曾想远远走路家不花，一见过了小天地，充满欢乐愉快，妻子欢笑结永线，老父有心将小娃，我在也要把事教，武汉迎风在我家，才知道我变得快，跟了朋友去游玩，黄金股票将投机做，鸦片赌博把良心骂，唐舞风流有人陪，美剧行人落无恙，我是流连成灾在指缝里对了教化，哎呀花，妻子可气把我劝，老父心痛将我骂，偷手色才生养我，句句言语刺痛他，这真是狼心是铁奶为尊，取名太薄是桃花，良药苦口我不听，把绿泥莲子堆在那天边价格皮蛋开，葡萄美酒鸦片烟，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我以为这是花好事情，哪知道背后杀人血不完。
见。到后来我头见什么没有见，那堂屋全把心上边，心中妩媚一片人，一张笑脸比恶脸，从此切出大门外，我到此良心才发言。爱侣望见是晴天，我回呀太是泪啊在江边里，来自余香叹几声，前无去路，我方回头，回头相差去家乡，谁无面目去见妻女，恰作忏悔去原谅。我家不从心里伤，怕见娇妻一门旁，回到家中去呀进，看见一片火烧场，我女对中于孩子哭，空此情此情叹凄凉，闻听是老母手上金一元，妻子帮用才他乡，我是心酸无言，千遍回不转往日的天冷落泪枪手雨难爱吗？一片沧桑没法医，妇女二人泣不哭，流落
中，无依无养太寸情，雪飘飘满天，雪花飞，思眼眼泪落，泪满衣。抢钞票为的是孩子命，无意中重逢好运气，你应该骂，你骂得有理。故此生意外无出息，是他们母女从来远被转身。我在江母仪，在黄浦江边，掌声谈不完，才把酒就是阿弟，劝人莫要浪须在烟花配生命，劝人莫要浪子，夫妻恩爱要和气，劝人莫要浪子，都不害人之事理，劝人莫要浪子，鸦片为当聪明，劝人莫要浪子，劳力我日莫退气，劝人莫要浪子，努力工作为人民，劝人莫要浪子，尊重父母懂礼仪，劝人莫要浪子，身体好啊与子弟，劝人莫要浪子，一年二回来不及。小芳老师倾毕生心血于影派艺术，他对影派艺术的挚爱、追求、感悟和创新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他默默无闻，代诗传译，承上启下，一片情深。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小芳老师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原浙江省艺术学校，当上了一名普通的教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他默默地为越剧事业培养了许多出类拔萃的艺术人才。《白蛇传》里断桥的一折，他自己并没演过，但是为剧中主人公许仙的唱腔表演付出了诸多心血。
为是王于小情禀告，你王于什么口讲？快进！娘子几句娘子心来听，用虚心一意来告别，孤王之事随我从，万老年我一时糊涂非本心，悔则悔，那日私自藏金山，恨只恨还是娘子死所尽，因此让我一日落问他，晓得我不过专家们，夜来娘子谁听哭，心心是恩爱夫妻俩离分，虚心不心思少语，娘娘有苦心心急，从今讨强则不应愿，则不应自身多东西。我在，娘子，你不能这样，娘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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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你啊？你傻在纠缠，我替娘杀你！娘娘，在，娘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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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珍惜少民财路相逢在多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方思母拨云见人梦初醒，千般匹配从不语，虚心的草花深宫恩，种种样子是临走别，你是颜良温柔临真君，种种样子是临走别，深谷曾经与才去，种种样子是离愁别，我与你海枯石烂不变，心这位行天注定，宁愿死在青儿剑下。是了，青姐，青儿，快你苦苦哀句，至少那一命，起来，青姐，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多谢青姐。随你三情情，驱散幸福更深情，历经三千风雨，万难
难负情小芳老师擅长以字射枪，以枪传情，声情并茂，韵味隽永。她的表演朴实，却不失多变；生动，却不失风雅。熟悉影派艺术的人都知道，富有特色的影派闲下调，就是小芳老师丰富发展而来的。相聚苦恋的相聚，
走进尹小芳的艺术世界，您将能深切地感受到她深层次的艺术魅力，还有那淡定从容的人格魅力。小芳老师在舞台上的艺术感悟力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在小芳老师早期的演艺生涯当中呢，还经常会遇到临时顶戏这样棘手的事儿。当时啊，临时顶戏的人都会遇到观众喊退票啊、降票价啊那种考验。令人欣慰的是啊，小芳老师的顶戏经历中一次都没遇到过这样的尴尬。下面大家将要欣赏到的《珍珠塔》，就是小芳老师在顶戏经历中令她颇为难忘的一出戏。姑母侧耳并非大家臣，自以家宝颠沛，苦难从姑母到乡你那子何暖贼黄情3年配3年王从老关情
风在草不生，撒谎一对难不成。姑母你哪里为自亲？自从我父被迎，田园才年卷草青，在家天在雨成我，高楼塔都化灰烬，只因东边起风，有西边烧，黄昏烧到大天明，母子父子把身亲，只能苦守文章何尽一城三菜难以报，风沙地雷越当灯，夜来金十五内放去姑母子，恩情。不知道的亲故城心一生，遂了想他年逾千岁，想不成。敷衍在蓝云堂，随家中见母亲啊，慢来。忙想起母亲我叮咛，于是万绪要三思忖，姑母是长，我是小，也应不能太
困关杂比娘亲，一对儿孙望聪明，我要算一算嘞，成也成。母亲她一天切了2个半，是天之内切一生，多长一天受不了，他怎能死18天能活命？我早是双手空空回家去，岂非要问问我是老娘亲？更何况我只有来的盘川飞，无有回家的路飞人。常言道，遇上无水难闻名，我曾无人知《西厢记》是毛伟涛开经典剧目再创新的先河之作，他凭借着塑造张生这个人物梅开二度，在荣誉和辉煌后面始终有一个默默无闻的耕耘者。今天毛伟涛为老师开专场，再唱《西厢记》，就是为了表达报答三村辉的拳拳之心。
了了。万问你不知死了，我急死了，小姐她恼了。小生的见帖是一道为亲的符咒，定是小娘子你不肯用心哦。啊，是我不肯用心。哎呀，上雨晴天，下雨地，你这个见帖儿啊，写得好哇！只怪先生命怪浅，出马先难顾真眼观，那书签是你的公子，他的书场，我的公案，星星儿还红娘的鸟残，从今儿你们相为少天年难，你算是缘心相同，却情人云水不散，哎呀，好了好了，你也不比我管讨费的啊！怕老夫人要还我，我要委屈了。红娘子，只有你是我的亲天子啊！你这一嘴我这病你不是太医，我管不了。红娘子，挖土钻石也没有用了，只有你是我的救命神仙呐！哎呀，神仙也没有什么好点子了。这是小姐给你的微信，你拿去看吧。近来红油色，满纸成愁没为过，世生西方，可是偏也身上已能比穷。张先生，早知红娘算细心，我应该出土三百太香张先生，这书签上写的什么呀？小的那我都是假的，他要我今夜在花园相会你。我可不信。书签为证，书签为证。哎呀，这书签上怎么写的呀？哦，来，但愿西厢香，迎风拂满开，大江花影动。
肉身来。什么意思嘛？快借我听听。no，待月细想想，小弟也莫越上就去。迎风无断开，那西厢的旧门儿开着等我呢。大江花影头，你是女人来嘛？哎，就是小生我来也。这样去，小生来猜私密的行家，难道还未猜错吗？呀，好个小姐，难道你连我红娘都忘过了？哼，我看你今晚啊，是何瞒我？红娘子，今晚那九门儿就拜托你了啊！你们的事啊，我管不了，也不管了，不管了啊，不管了，老夫人呀，老夫人，你管了相夫之门，哎，小姐嘛，替我开着就门呢。待月细想想，迎风无波。红着，你快些落下，娘月儿嘛，早些生气吧。早些生气吧。为小芳老师举办艺术专场，毛维涛说呢，这就像成年子女啊，总算有能力了，为父母尽孝心了。无独有偶，师出同门的赵志刚啊，他说为尹桂芳老师办专场，对他来说就是子女为父母亲做一点事。两句看似平淡的话，却道出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儒家文化精髓。汉文皇后是赵志刚初次挑梁的大戏，一代宗师尹桂芳受命爱徒尹小芳为他设计唱腔。今天赵志刚携手谢群英再度姐弟会，用姐弟情深来描绘那浓浓的师生之情。姐姐，弟弟，姐姐，弟弟。姐姐，
牵挂立足迹，泪落异乡早晨起，我桃山岗送礼，边调调不魂里，到头来没吵架，你养为马做奴隶，腹中苦水难吐的，苍苍天地谁心哪里？成天怕是天心上，你下这台外七岁长，只怕你秋夜孤零可凄凉，你东西无语，哀悲伤，只为你领情有的福所赐啊，只为你别人长台一起唱，只为你终夜梦境真比
1986年，小芳老师受恩师的重托，到福建去重排影派名剧《何文秀》。因为10年动乱，剧本已经散失了。小芳老师是依靠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先生编剧陈曼通过回忆重编剧本。为了使故事更完整，人物更丰满，还增加了唱段，其中《微服私访》就是最有代表性的经典唱段。春风送暖繁华心，来了王秀在世人，3年前我生梦奇缘写照海，多亏了你无放我去逃生，改名王朝上京城，自考得中第3名，奉旨行案到海宁，为我四方查民情，要放张堂才护真，再放我去往来迎。但愿得万难夫妻重相许，再苦情色落红名。老茶家谱神王受海深，文秀我也是一样仇来一样恨，恨只恨奸相专权乱朝政，附庸勾当害苍生，应许我身为今晚长官印，我定要伸冤报仇，洗民愤。闹盈盈，正当我见聪儿问，娘子终因如此情，换来失望3年真，魂牵梦绕思难移。那一年他临别之时深有意，两别时今日听有小叫声，娘子啊，不知你今在何方地，不知你母子苦
不知你夫口真特些，不知你3年是我渡过做事有想心公平，娘子啊，你究竟是万世生如果说追念、钱建姑、私房等剧目体现了小芳老师在传承上的奉献，那么浪子成龙、张宇竹海、毛遂自荐则展现了小芳老师在传承同时注重创新的成就。小姐，你怎么晚不来呀？我这才等到有阴啊你，雪亮比了黑暗的，好容易爱得源于小秘密，为什么不问情我把心里？我真说一段再公恨，小姐来了。妻子俩长老之言来外面，为什么他笑我是个傻羞人？为什么他问我曾我是何意？小姐她你英勇相貌才眼前，他人过之情我难忘记，他要我长坡莫想起，他要我永远再见起，他人人叮咛念真情，他依依惜别不来意，莫非他曾破有心还生意？莫非他言话有意把君拒？对，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张宇呀，张宇，你当真的好傻眼。多年来我光念我飘至那方，空过一文语来想，独自为只因为得情难通，因此吧我念过茶馆离去
今日里知道兴隆之人做事正，今日里我定要当面问对账，绝不再做傻羞人。等他到来，我也要一月相思同去还。兄弟啊，不杀生忘事去就心，就等仙姑降我里。今日里沙门道上来自海，家音良音传说大女的为哈龙王能相望，云水在急茫茫荡开天松林，到那时西子子苏西八丈天，今日是心匆匆出海来相见，你岁岁大大离开我欢欢喜喜迎郎前，我们俩亲亲热热同宿，夜里晨啊，高高兴兴相望吧。
视剧《毛遂自荐》讲的是战国时期平原君和毛遂之间的故事。当时剧本的诞生啊，也非常有戏剧性。听小芳老师讲的是一位业余作者创作的，也是毛遂自荐呢，寄给了当时的上海虹口区文化局的局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呢，这部戏呢只剩下了宝贵的影视资料。今天送征一折呢，就是浙江小百花根据86年小芳老师的演出录像重排的。上征程，相君而生，父为臣，还担才位，也成群中华元素，你要能。前程多辛苦，赋予真相来当心。上大夫年迈，你须顾及；小城应父子，你要常叮咛。你困中传报千金听我生死剑法非错也，相信我身在患难，心在诚心在毛在大出意。早在北京出王年，看望你到
你将情。浪子成龙是小芳老师继张宇、竹海之后创排的又一影派新剧目。当时已过天命之年的小芳老师克服种种困难，成功地饰演了集童声、苦声、京声和官声于一体的韦应这个角色，在舞台上完整地体现了他对影派表演艺术独到而又深刻的理解。昆曲表演大师于振飞先生曾多次观看小芳老师的演出，并充分地肯定了小芳老师的表演，而且还写下了评语，赞叹她是粤剧小生当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母亲要你怪我，那你是怎样的怪我啊？几年不见，表弟还是这样调皮。几年不见，表姐你呀，倒有点老气忘脆了。哎，表姐，你可喜欢斗鸡？斗鸡？对，我去叫姐呀，把我的鸡元帅上升将军拿来，我叫你斗。哦，我与你斗诗，斗诗，对。我先讲过上联，你对过下联。不，斗鸡，斗诗，我可不高兴动这个脑筋。哎，表姐，还是我带你去花园里荡秋千做舞的。走。哎，表弟，天已傍晚，花园赶着再去，还是我陪你在书房读书消遣。啊，消遣还要读书，那可不成。为什么？我有病。你什么病？头痛病。头痛病？对，我一拿起这书本啊，我的头就会痛。我记得你小时候是没有头痛病的。这个病嘛，是我后来才得的呀。表姐，年幼无知少识见，长大教育可眼见。你可知花花世界多热闹，真难为门如房中把数年。因此让我拿起书本头要痛，真记得斗鸡走狗，为那逛街好消遣。说什么斗鸡走狗好消遣？难道你问问等到8年？
人生在世有几年，即使赢了再危险。倘若是事情外闹，是他苦，死了儿，是我就要找到阎王殿。你无来莫说荒唐，一直能够功名前程多在意，且恨王老不上进，也不怕郎公子真意。也听一听我的肺腑言，我为家世代作营有功勋，生死险恨苦齐天，有权有势有钱财，为因我今已绕着死神仙，谁人见了不虚梦，先富后勇不为言，到将来继续谁人不用红绸，富贵荣华心手要年，读书大joy有用，表姐呀，我俩定从爱是一世爱意恩恩爱相遇。
教诲不听从，悔不该吃喝玩乐人浪道，悔不该好意恶老真不从，悔不该是狐旁狗争取风，悔不该将两眼当作耳边风，悔不该轻易抛下飞龙图，悔不该把青城夜话空断说。弟弟呀，明节有事一起梦，今日被独立死人，当青城从不为太太还过要成龙。前不久，毛维涛为了在今天的专场里出演《望子成龙》雪地一折，又重新观看了小芳老师演出的录像。20多年过去，画面上的尾印栩栩如生。当时已经54岁的小芳老师出神入化地扮演了一名17岁的少年。他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他高超的舞台技巧以及炉火纯青的技艺。而且毛维涛从小芳老师身上看到了极为可贵的特质，那就是小芳老师是一位正在努力寻找着个人魅力和流派特色最佳融汇点的表演艺术家。小据点暖孙子，你就是那个上师傅的公子？哼，凭什
他的依仗不死，强抢民女，欺压善良。今日果难当人，抢太过来用上，就像一人逃奔吧！滚出去！小宝好来了，到分吧！天哪！天耳旁，到如今家谱人生色一旁，铁地今夕我梦一场，这叹我青春年华空蹙图啊，过那林头恰没用农场，分不能及时，腹中空，腹不为杀敌，心家邦。有个传营生，做工
家生富农商，怎能够到处流浪来乞讨？是一根凡人咽气的讨分难成啊！饥荒交碰难敌呀！创排于1946年的《沙漠王子》终于在1982年由小芳老师又一次搬上了舞台，而且创造了连演90天欲罢不能的奇迹。说起当时演出的盛况啊，小芳老师是感慨万千。能把只保留一段唱词的《沙漠王子》以完整的舞台样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当中饱含了小芳老师对光大影派艺术全部的心血。
大工人，因此要点雨水之风不起，心追波浪，等我变生命，故梦在我变成来离国时要送真家旁，到夜还送神通，求尊为常。一声声悲家寄阳，一声声寒风送月亮。鸟盘世间月多圆，为什么不早晨间引人伤？是什么人我心越交集？为什么不早恰叫渡牛郎？是什么比天是心眼而因为什么不早谁好？
沙漠王子的每一幅画面，每一段唱腔，都深深地镌刻在小芳老师生命的轨迹上，而且奇迹般的定了格。现在我们欢迎小芳老师带领毛维涛、赵志刚、王君安联袂为我们演唱《沙漠王子》里的算命。情儿心悲怆然，自己的命
相对，两心相依定把守，真乃是天下一人无不善，正从身中分两头，襄阳明年春来时，笑别从容，谁不是那王子策马结成去，公子红军翻归。转眼又已到成天，那王子他是满心欢喜来杭州，哪知道金不玉转成不见，一派强去做王儿，那王子桥上这公去，送花无数相思人，那真是流连也得流连，再要相爱是不能够，早知道王朝便是谋方头，一重身便这样重走，王子桥上白纱头，那天色做法连头走，来龙龙风怒吼，千般地不回身走，王子两眼开不见。那公子乘我去漂真是爱无之中情浓鸳鸯偏照夫人王子他佛国重返去皇宫，盛宴桃花心悲伤，世间地上宫门旁，到夜里坐上相思忙，一觉醒来浮生阴影离人，欲照魂长，他只有一曲故的悲往事，只落得今
生凄相的当。于是他叫张给拜李国通，风餐龙说不阻挡，赶紧把那北沟长为赵兴公子票是放。找到了王子，那王子他是千禧王，安禧王，真希望找到公子共人上，谁知道相见夏日不相识。谢谢观众朋友们对银派艺术的热爱，谢谢朋友们对尹小芳几十年来的鼓励与支持。但愿越剧银派能够成为观众们高山流水、知音同乐的艺术。江南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局颁发的国家杰出艺术奖的荣誉证书。从少不经事到年逾古稀，小芳老师的今生今世都与影派艺术休戚相关。我们已经很难分清楚，到底是影派艺术成就了小芳老师的今天的成就，还是小芳老师已经与影派艺术融为一体了。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我们由衷的敬意。的声腔是从把你的风尘，深情苍苍鸳鸯，袭人的一代传人尹小芳艺术专场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观看，再见。